嚟講咧，所有嘅流量咧，即係對阿力王支持嘅流量咧，好自然咧就唔會跌咗去山羊嗰邊嘅，一定咧係會繼續跌咗喺佢嘅所謂力王嘅戰友身上，包括蜜蜂啦。生活台，我係威馬路啊，咁咧就係咧，究竟力王咧聽完阿婆婆講之後咧，究竟力王嘅停台嘅可能性咧係點樣？山羊咧就去咗泰國啦，繼續咁啊！依個頭盔嗰度就話佢咧嗰個房，即係嗰個廠房個登記個問題。咁當然啦，可能有人比我清楚，咁都即係到時再講解下啦。咁首先講翻咧，即係阿婆婆啲資訊咧，對我嚟講都比較有用嘅。咁啊〜即係如果冇佢講翻清楚一個 storyline 咧，即係有陣時咧好難知道嗰個情況嘅。咁大家咧有需要咧都可以翻去咧山羊同阿婆婆星期日個晏晝個直播。咁啊，首先咧婆婆咧交代咗幾樣嘢。第一咧就係咧佢哋點解交互嗰個情況啊。咁啊之前咧大家好地地噶嘛。咁啊後尾咧就突然間有一樣嘢就話喂賣藥個事件喎，令到咧佢哋開始反面咁樣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嗰度就開始第一個問題。咁另外咧，原來一個紅油事件，對方咧即係反山羊嗰邊咧就話咧曾經咧就有人淋過紅油，但係咧就譬如咁講問親佢邊個做唔知，即係阿鳳凰問過啦 ，hello 啊！呢個鳳凰咧都問過，即係爆料人士喂，咁你話邊個苦主俾人淋紅油？唔講得。有冇報警？唔講得。冇報警。有冇去呢個CCTV？冇。咁但係年幾以嚟咧都冇人報過警，亦都更加冇人拉到山羊。冇話拉啊，甚至嚟咧呢個叫做咧協助調查，落份口供都冇啊！即係好似其實都係等於賣藥呢壇嘢咁。喂，連落個口供啊都冇啊！你講鬼咩？係咪先？係咯。咁所以嚟講咧，呢樣嘢咧就係令到人哋咧覺得佢哋嗰個可信程度咧就大打折扣。咁啊，另外咧就係咧，阿婆婆喺最尾咧就講咗咧4個力王咧停台嘅可能性。包括咧就係咧政府令到佢停台，山羊令佢停台，力王令佢停台，同埋豬隊友令佢停台咁樣嘅。咁啊，再解釋翻啦，政府停台咧，即係意思可能佢違反咗一啲政府規例啦，咁所以咧政府要求咧 YouTube 咧去停佢台。阿婆婆意思。第二咧，山羊就係檢舉佢啦，第二種可能性。第三咧就係力王自己去將自己咧，俗啲講句叫自閹自己個台啊。咁啊，第四咧就係豬隊友。咁喺當時嚟講咧，投票最多嘅人士咧就係投票咧話力王自閹就係第二嘅，第一最多咧就係話佢啲豬隊友嘅。咁一陣咧我都再自己分析下。咁我又加多一樣嘢，就係第五咧，就好似佢之前咁違反啲版權條例啊 ，YouTube 自己覺得有問題咧，就將佢停台。咁如果你問我咧，喺4個或者5個嘅大項選擇之下咧，我都會選擇咧係揀豬隊友嘅，豬隊友停佢台嘅。嗱，點解咧？好簡單咁一樣嘢。嗱，政府之前喺社運嘅時候要求話將一啲歌曲禁咧 ，YouTube 都冇聽，都係冇聽佢講嘅，所以阿婆婆話呢個機會唔大嘅。第二，山羊要停佢台嘅機會亦都好微，原因好簡單，因為山羊而家告緊佢誹謗，咁其實好多證據咧，或者告緊佢政府告緊佢襲擊罪啦，告緊阿力王。如果佢而家嘅行為喺啲YouTube 度作為所有嘢咧，都係影響個判刑嘅。呢一切佢講嘅誣衊山羊嘅嘢咧，基本上對山羊嚟講咧，都係叫做有正面嘅幫助。所以嚟講咧，山羊係冇一個條件咧要求佢停台嘅。OK， 咁啊，至於力王，除非佢黐線嘅啫，即係佢唔識嘢就停台。呢個即係自己搞死自己。但係
如果佢咁講咧，亦都有矛盾嘅，即係變咗咧點講啊？賊喊捉賊，而家自己又嘈，轉個頭原來係自己停自己台，呢個可能性唔係冇但係我覺得以力王啲咁嘅性格嚟講咧，就唔似得咁精明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性都係低啲嘅。咁啊，剩翻最後一個可能性咧，就係豬隊友啦。YouTube 嗰個 YouTube 好少 detect， 即係通常會要檢舉。即係除非話突然間播啲好似上次咁播啲四仔色情片咁啊，呢啲問題大啫。如果唔係正常咧，都唔會咁樣去即時停佢台嘅。咁所以我覺得 YouTube 自己停佢台機會都未嘅。咁啊，唯獨咧一個比較我自己個人研判上咧認同咧，就係咧覺得係佢啲豬隊友。點解咧豬隊友點解要停佢台咧？好簡單，而家咧基本上咧我都係重新強調。力王咧8月28日，即係眨下一個月後咧就係噶啦。咁啊，基本上咧就會開庭，咁啊可能會擺上區域法院啦。總之而家嘅案件客觀情況咧，對佢嚟講咧都幾不利下啦。再加上佢成日亂噏嘢，咁佢某程度係拖累緊佢啲隊友。OK， 咁而唔好忘記，如果佢即係有乜事，豬隊友舉報咗佢停台。豬隊友就可以假借刀殺人，就話，係阿山羊做啊，咁所以嚟講呢，所有嘅流量呢，即係對阿力王支持嘅流量呢，好自然呢就唔會跌咗去山羊嗰邊嘅，一定呢係會繼續跌咗喺佢嘅所謂力王嘅戰友身上，包括蜜蜂啦。咁所以嚟講呢，絕對有理由接收佢呢啲咁嘅流量啦，即係包括廣告嘅收益，同埋最直接而家力王冇得接收課金啊，唔緊要，我哋幫佢，你哋支持我就等於支持佢，即係呢啲咁嘅理論咧，大家都聽唔少噶啦。咁所以咧，佢啲豬隊友咧係有一個動向或者一個叫動機咧，去接收或者難聽啲講個係懟死佢個台嘅呢樣嘢咧，我反而咧都認同咧阿婆婆佢講咧，呢個可能性反而咧係大啲嘅咯。即係你話山羊其實真係冇咁必要懟死佢，懟死佢點呈堂一啲資料，因為條 link 死咗啦嘛。反而唔係對方懟死咗佢啲資料又唔使出現咯，有乜事交喺我哋啲隊友身上，課金課俾我哋得啦，咁佢哋咪最着數啦，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即係冇一個直接肯定性，因為今日到唔知係第4日啦嘛，阿婆婆仍然追問緊呢，喂，叫阿力王解釋，因為其實好簡單㗎咋，我哋個個人都唔知咧，力王咧有封信咧就好易解釋翻俾我哋聽，喂，究竟係發生咩事，係俾人停台啊，自己停台啊，定點樣呢？其實應該佢啲信咧，嗰封 email 啦嚇，係會睇到嘅，只不過我哋普通人就睇唔到咁解嘅啫。咁所以嚟講咧，而家咧就叫做力王靜晒啦嚇。咁第二樣啦，咁啊主要今日咧就想講翻第二個 point，就係頭盔窺探啊。咁咧就話咧，再度咧講阿山羊咧關於嗰個泰國廠嘅情況。咁咧佢就講嗰個快樂大家姐咧係一個證人，佢就講到咧好似咧山羊咧就無端端一個掩眼大法咧就逼人咧去將依間廠個著名權咧就轉咗去俾阿山羊。而最奇怪呢樣嘢我都唔係好明嘅，就係話咧喺嗰個合約入邊咧，除咗一個泰國人做呢個安排署名之外咧，咁就係咧。寫住呢個姓邵呢個字咧，用 XIU， 但係後面咧用翻廣東話拼音。無疑呢樣嘢我都覺得幾奇怪嘅。咁但係咧呢樣嘢就要等翻阿山羊，或者可能佢之前解釋過又好，未解釋過都好，可能咧呢樣嘢就要等佢自己講翻出嚟啦。因為嗰度就係最令我覺得最出奇嘅嘢。點解嗰個廣東話拼音同埋嗰個國語拼音咧係唔同？咁至於點樣會轉換咗嗰個所謂叫做嗰個廠房權咧？咁就或者點解變咗做呢個
即係俾人簽咗呢？咁呢啲都係要交翻俾佢自己講。呢個係我對佢一個疑問嚟嘅。即係雖然我覺得個廠種嘅嘢唔算係一個犯法嘢啦，如果唔係都俾泰國人拉咗啦。但係個廠個來龍去脈，點解啲錢會去咗佢度呢？我都想佢有機會啦，解釋翻俾觀眾聽啦，唔係解釋俾我聽啦。即係包括我都係其中一個觀眾啦嚇。咁呢度我就唔可以作太詳細嘅評論，因為我唔知道。咁好啦。